但係仲未見到我哋一班主角出場喎，相信佢哋都等到好心急啦。而家我哋以熱烈嘅掌聲歡迎佢哋進場啦！陳淑儀老師、練海璇老師、彈高班 B
外籍老師 Mr. Michael， 教授普通話嘅朱家玉老師，下午高班上班尹婉琪老師、徐永前老師，下午高班望班鄧燕山老師、潘永勤老師，下午高班代班李慧雲老師、蔡冠文老師，下午高班前班潘永文老師、陳孝思老師，外籍老師 Miss Eva， 教授普通話嘅陳建芳老師。代表將禮物送俾老師，仲要攬住老師錫佢一啖啊！咁開心嘅時刻，當然要影返張相留念啦！請拍照。知道高班嘅小朋友仲準備咗2首歌送俾老師，而家就請你哋一齊唱出梁思頌及 Give Thanks， 表達對老師嘅敬意啦！畢業生請起立。就上翻嚟3行，右手邊。你之前隔離借唔借到？
知道在座部分嘅家長都想藉住呢個機會分享下佢哋嘅心聲，可能有啲家長會比較怕醜，未必想上台分享，但係你哋嘅心意，相信校長同埋老師都會感受得到嘅。喺度都多謝各位家長嘅支持，事不宜遲啦！我哋手上已經準備咗報名嘅名單，就請各位家長跟我讀嘅名次序到前排就咗。請下午高班 A 陸慈正媛家長，陸家